先祝福咱所有乡亲新年快乐，甚至开始来关心交通的小心，因为元旦的假期为今日就开始，未少乡亲的出门跨年，也是登去故乡，所以讲高速公路早起就出现真侪车。高公局估计今日甲明仔载2天。 国道高速公路路南拢会塞车，尤其是上好塞的就是国道5号，也是高承载管制。加上咧半暝12点到透早5点暂停收费时段，因若真正会惊塞车，会使考虑行省道。若天气方面，提醒乡亲为跨年暝，也就是阴暗到明仔载透早，拢有冷空气，上低温度有可能到11度。若想要迎接元旦的曙光，你就往中南部行，这比较较有机会。这波冷空气就会到后礼拜一。 上班的时再豆豆回温。环境的指挥交通苏花改数2口路南的路段，一透早出现袂少车，搁要排到3到4公里。元旦人家开跑了，而第一天也被视为是最塞的一天，因此高公局就预估整天的交通量会是平日的1.3倍，而其中南向的交通量更是平日的1.4倍。 拜五透早出现真侪车，国三往国五路南塞2公里半，宽东往南港路南速度较无20公里，真侪路段都拿国道停车场，未少民众烦恼会塞到11点钟。高公局安尼讲。 国五拥塞的状况预计会从早上5点左右开始出现车多，那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大概4点。今天的交通量跟目前跟同期比起来，大约是多5%左右。交通部长王国才嘛到高公局视察。 高公局嘛特别点名开塞车的路段，包括国一路南由梅到新竹中华系统到保盐系统，上北依山大华国三路南头城关西和快关雾峰，搁有国五路南南港到头城嘛伫名单中。建议用户朋友，第一天跟第二天如果要往南向的民众，会建议是下午的时候出发比较方便。除了家己开车，上天嘛有交通重人，代替宣布连假嘛要加开707班。台铁。 在这一段时间，真的是在交通部最操心，也花了最多力气的一个部分啦，包括他们维修，还有现场的一些去往事，整个安全的文化重新塑造哈。为着要应付连假头一天大量路南的需求，高铁拜五搁加开2班路南的列车。不过要出外，要是要看天气，想要看年迎接新年，会是较大冷的天气形态。不过，敢若13度左右，要是要穿雨袖。 跨年结束，想要看元旦曙光，家人大台北和东部可能需要运气。不过，桃园以南机会较悬。气象局估计，本地上早伫屏东林区，离岛是台东的人数。年底出门在外，要注意落雨，买穿雨袖，做回来迎接新年。